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的节目。今日图你家乡亲朋友去到苗栗去认识一件当好食嘅川汤，因为记得有嘅菜唔单像客家菜甜甜，记得会结合異國風情，香港有個土家非常嘅後生，係馬莎利家家嚟分享記得是係苗栗村嘅村長，老副村長鍾耀英到吳志良分享。Hello， 歡迎。大家好，我係總優呢，今日同歡喜來到了。大家好，我係吳志良，同歡喜來到了。歡迎，一個是村長，一個係副村長，對不對？我說那個村長，一個英文名係 Rain 其實就係一下啲韓國超有名嘅大明星歐巴，係冇，對吧？差不多。你應該要說你自己很像 Rain 啊。有像害羞。不過今天真的很開心哦，因為疫情嘅關係，故說我們現在用視訊的方式同大家來分享。好可惜，唔過下禮拜啊，我希望可以真的看到兩位本尊來到亞陽旁同大家來見面。韓國唔單止按陽，你要把你們餐廳的菜全部搬過來，可以嗎？都得。對，等很久，而且景不義我本身想要演一個吃播主，有沒有在這個朋友友情朋友面前大吃？結果現在也沒有辦法大吃。不過哈，真的，因為那個我們的主持人阿 Q 妹啊，有去到你們的餐廳，把該帶來的菜都帶來。故說哈，剛才有偷偷吃了一些，你們知道吧？你們是不是很希望阿 Q 妹就得把傳統所有嘅菜全部都帶過來？對啊。還希望想說，請他來這裡，我們學廚藝，然後再帶過去給他們現場烹飪給你吃。阿 Q 妹你有糖豆嗎？阿 Q 妹，我覺得下次我們出一個外景，希東你給一篇，然後阿 Q 妹去學做菜，然後種類都福喜類類，然後做，然後你們兩個來當那個評審，就評鑑他學的成不成功。我只要在旁邊看就好了，你覺得怎麼樣？周得吼？沒有問題，也可以一起加入當評審。我覺得很棒哎，我覺得當評審比較輕鬆，只要負責吃。唔過真件係啊，容易基本同大家嚟好好紹介一下你們的傳統，還有你們好吃的料理。唔過一開始同大家嚟講嘅就係，基本大家看到呀，亮嘅暗後上嘅主廚哦，哇，真的耶，穿上廚師服那個很神氣耶。其實你們的經歷非常輕豐富，而且是非常的厲害，對不對？我們先講一下純種黑毛，因為簡單嚟紹介一下你的大經歷嘛。好，我是自己從小就對餐飲這條路很有興趣啊。後來在高中時期就發現，就後來就毅然決然的休學，高中的時候休學，重新去考試，然後進入到了餐飲科，一路到大學。然後到畢業也是繼續留在業界發展。那我後來前後待過，有經歷像古賓飯店、福華飯店，或是一些連鎖品牌，或是一些比較特色意式、法式的餐廳等等。那我最後是在台北的首都飯店擔任主廚，然後還有信義區 ACT 頂樓的一間 Fusion Sky 廚藝教室擔任主廚。那我最後呢，是因為我會返鄉的原因是因為結婚，所以就先回到我的家鄉苗栗。對，那其實為什麼會創業，為什麼會開了貓里村，也是因為其實我自己遇到的問題也是像在苗栗的資源就業機會比較少，然後面臨到問題，變成要麼就是帶着全家大小這樣子搬啊，可能繼續南漂北走，甚至是後來。不然我就剩下自己創業，留在自己家鄉創業。所以我最後就是決定陪伴家人，然後留在家鄉創業，所以誕生了貓里村。明白。嗰時候其實唐義來大家有發現冇，這個經歷很風光誒，清風神。我意思係講，喺苗栗其實有青島嘅客家菜、客家嘅傳統做的是，不過大家有認真談冇，其實喺苗栗係講有一個哇。法式也係講意式，按用嘅異國風情，因為按用嘅西式嘅料理其實是
青豆的细节，而且那个工很细，很注重青豆的程序，而且尤其是整个摆盘呐，各种你都有个传堂可以吃到这么多的异国料理，真的太令人期待哎。不过来讲的意思就会讲我们的这个Rain 对不对？啊，你要周安勇给创业。因为你那其实创业真的很不容易啊，你就拉着你的后陪有志良一起下海，可以这么说吗？志良，你是被拉下海的，对吧？严格来说，应该是被拿刀架着了。没有啦，真的，主要是也是因为刚好我们在苗栗一起遇见了彼此，对，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像我本身就在新竹工作，对，然后也是在饭店，可能像国民饭店。然后学了，刚好是高中的时候就从事餐饮科，然后那时候是做外场，对，然后也是在饭店做外场，然后学了可能1年多，然后就希望说可以自己学个技术，然后带到身上，自己不会可能技术行业嘛，所以比较不会吃亏，然后就想说，就转到厨房里面学一技之长，然后就在那边待了可能2、3年之后，然后也是因为回来苗栗，就是因为照顾家人。就是阿婆啊，照顾阿嬷，对，就是回来苗栗，然后照顾家人，所以才跟师傅我就认哥，所以我们才会在苗栗一起认识的。然后当时我们就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本身遇到的情况，就是我们都在外地工作，然后不免俗的一定会带朋友们回到苗栗这个家乡，然后带他们出去玩，吃客家菜，然后一方面介绍给家人认识。然后就是我们自己也是遇到的问题，就想说来到苗栗之后，也希望为苗栗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才会有想要一起创业，研发猫里村，还有创建猫里村，然后研发猫里棒的部分。我知道了，艾迪，其实唐雅永共就会知道，你们2个呢就是一样很年轻，然后2个都长得很帅。用然后亲眼到，然后呢，背景又亲相同，对不对？然后就是比如说离乡背景很相同，然后都是从事跟餐饮有关，又亲有亲戚，在苗栗亚提丰2个人互相遇见了彼此，可以有关，好浪漫哦！互相遇见了彼此，就一起共同创业。像纯种黑熊公因为结婚呢，要跟家人在一起你是想要陪阿婆，也是陪家人，然后这2个人就一起创业了，创办的亚哈泰卡就抵给苗栗村，就会按容易，对吧？我觉得我好像不太会主持，但很会做总结。可是因为刚才我有听到一个关键，就是猫里棒，就是我桌上的这一个，这是你们自己一开始先新创建的伴手礼，就会电炉葱毛。对呀。对，我先跟你说，你们好好介绍之前，我刚才有先吃，我是先来审视给黑就会有茶米，看起来绿绿的这一个。有淡淡的茶香，然后口感很好，然后它有一点点奶味，奶丝给杠勾会按油硬，然后我再回过头来吃花生就会剔透给muy碎，奶丝给时节，我必须要跟你们说，你们那个花生粉吃起来也杠勾，不是香而已，感觉很新鲜。你们知道吃花生那个新鲜感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要不要好好介绍一下这个 Melly？就是猫里棒这个东西，这是你们发明的，对不对？算是你们的创新。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手工做的一个手工饼。哦。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初衷，就是想要做的是苗栗的在地伴手礼。哦。然后希望可以真正结合苗栗的在地农特产。对。对，那我们现在目前有这2款，就像刚刚玉丽姐吃的这2款，我们用了茶香口味，它是用我们苗栗明德水库这边种的韵香红茶。基本上跟我们苗栗很有名的猫里红是同一款茶。OK。基本上苗栗种的茶基本上都是东方美人茶。对，没有错。再来也是像花生口味，我们使用的是苗栗后龙的花生。哦。对，它也是我们的招牌。对。意思就会共你请说。我们是真的是希望可以后续也可以再陆续再结合更多苗栗的在地农特产，推出新的口味。其实共识采访吃到青年就是青年创业、青创的事情，就会大家都想要结合在地的食材，就会按勇的意思，就是你会给他在地的食材。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会讲，很多人会觉得说，比如说花生，难道
在苗栗没有我们自己特色的花生吗？其实是有的。如果说比如说茶，我们也有自己在地青梨喝给茶，这就是你们的结合。而且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听你们的故事好像是说，黑公泰嘎鱼都没有你这边撩给时节，泰嘎就会说，我要买什么？那大家就觉得我好像只能买米食，所以我们就觉得你们要做一个苗栗也可以有的特色伴手礼，对吧？是。因为像我们想要做伴手礼，其实就是我们最常遇见的问题，就是带朋友们可能新竹或是台中、台北的客人，然后回来苗栗，然后我们就想说要带什么伴手礼给他，因为像苗栗大家最常接触到像客家很有名的就是米食类的，像从小吃到大，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牛拌、炊包，然后还有可能客家菜。对，然后像顺管、然后空牛、马盖很多很多。但是在这一块，其实我们也是接触到，就是想说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可能像米食类的东西，然后可能它保存期限没有那么长，然后它属于再加工，就是方便性上没有那么来的方便。可能像肉拌啊、炊包，回到家可能要开火、要煎过或炸锅，而且保存期限很短。对，然后可能像带朋友回来苗栗玩，然后他要带上去，可能新竹、台北很容易就掰太嘞或出太嘞这种。对，然后一方面啦，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接受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大家就想说，苗栗有没有更不一样的伴手礼？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长年以来大家好像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想说，那就自己去研发。所以像伴手礼，为什么大家都说猫狸帮是什么啊？然后我都会跟他说，是苗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告诉他们。对，因为我觉得像我都会说，我们身为苗栗子弟，那我们觉得从家乡是我们出生的地方，那我们觉得回来苗栗，既然有机会回来苗栗了，然后从在外地学的餐饮技术这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的专业性，把自己的热忱带回苗栗。然后也让大家可以吸引苗栗的人一起，年轻人回来创业，对，真的，来宾掌声鼓励。跟老乡亲朋友讲，记得很有动豆改重要的故事，还有动豆锤了少改，所以等下我们先绕墙哈，大家先聊下，另下差，你等下张总来讲。今日东方宇宙的绕墙都来自苗栗的苗栗村的村长啦，副村长，你们还在吼？还活着。公哥哥，嘿，我的桌上多了这个，大家有看到吼？这个很惊人好眼熟哦，这不是我们店里的吗？你们真的很霸气耶！我这上面插了一把刀。你们在餐厅上菜也要黑暗永影黑吗？对啊。视觉的享受让你震惊到，让你吓到，也要让你觉得哇，好特别哦，一看到就想要吃的感觉。我跟你讲，就是还没喊莽师之前，就已经先被这个霸气给吓到，这是整个完整的一个整块的德国猪脚，对吧？所以我等一下会好好来介绍，因为我给他有头会是一些的。不过我烧鸡之前同大家来讲一下，所以其实你们的餐厅就会有这么多按钮跟异国料理。对不对？然后结合一点客家的东西，对，因为在上一段节目的时候，我有谈到你们 sell 给你们会法式料理，也会意式料理，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质量也会一些中式料理，或者是也是中式料理的专家。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餐厅其实这个菜的风格？就我们菜的风格，一方面我们想要做出市场区隔，然后我们是想要结合，因为我们自己在外地也都已经决定在家乡创业了，想说就把自己在外地的所学带回来自己的家乡，然后给苗栗人一个不一样新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开意式料理，虽然我们是卖意式料理或是炖饭、意大利面等等，但是我们想要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跟不一样的风貌，所以我们招牌上面我们就是打写异国风味，异国风味客家料理。意式料理等等，我们就想要结合不同各国口味，或是结合苗栗在地客家风味一些餐点元素，都把它融合在我们的毛里村。
像大家对意式料理最常见的一个既定印象，像红白青酱，大家吃意大利面红白青酱，可是在我们这里都没有。对，可是我们是开意式料理。那请问一下，你们如果黑公红白青酱都没有的话，那黑公还会给你的分享一道是跟意式有关的菜，会是什么菜？意式有关的菜对，因为你刚说意式料理，对不对？结合意式。如果是以面饭类来说的话，比较接近的话，像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道菜，它叫做熬夜加班睡太晚。啊！你刚刚是在说菜名吗？你刚刚是在说菜名吗？我这里有一个店里的 menu， 我可以。有。哦，好酷哦！你们刚刚它有一点点类似像奶油笔管面，但是我们把它重新诠释过，我们有更丰富的一些食材跟料。是。我们是有点熬夜加班睡太晚，顾名思义会怎么样？就是会睡到可能中午。可能早餐也没吃，然后拖到下午才吃，就有点吃早午餐的概念。早午餐概念就是大家在外面常见的一些brunch早午餐菜盘里面会有的一些食材，真的像培根、鸡肉，或是肉肠，然后蛋、菇等等，好棒，很丰富的一个食材，把它融入做成一个有点口味蛮浓郁的一道。特殊的一个意式料理的明白。古时候太干古时候前面黑公有糖豆就会吃豆，他们真的是结合异国风情的料理，然后发挥他们这个村长跟副村长的创意，所以自己重新做了一个创新的一个料理。哪个干不够会按容易？不过我要先讲一下这个猪脚，就是我眼前这个猪脚，不过其实六样之前我有先吃。我要跟你们说，我吃的感觉有没有很紧张？你们？我一定是说好话啊！我觉得第一个它很香，但很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它皮很脆，很脆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是关键。关键是我吃它的肉，拜天给你有很嫩，就是还算是轻 juicy。我的意思是说，一般来说，其实德国猪脚很多餐厅都是都，不过我吃起来会有一点柴柴的，但你们不会。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可能也是阿群会烤得好啦，我觉得。我们那天有帮他特别特训。特别特训是不是？就1个月啦，上课1个月。上课1个月，我们等一下你们底下铺的是哈嘎给喊吹耶，就是这些是哈嘎给，大概有看到吗？就是这个底下这边。这个全部都是哈嘎给行吹，而且搭起来不会不合好奇妙哦！绝对不会哦！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希望可以，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做饭店啊，就是饭店里面大家使用一定是德国猪脚，搭配的一定是德国的德式酸菜。但是我觉得这个口味说真的见仁见智，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啊，所以我。但是大家都这么做，我是师傅也这样子教我，但是我就是想要发挥，因为我做菜比较没有原则，应该这样子讲。我做菜有点乱七八糟。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创意，乃斯维亚就会创意啊，就是艺术家，对。我觉得餐点只有2个字，所以只有2个选择，就是好吃跟不好吃。哦，好，我觉得他没有。那给我牌子，给我牌子，我懂，给我牌子，我要举，给我好吃，哎，有没有对？可是你跟我一句话，有吃的东西千变万化，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对。乃至都黑巴黑公有德国人来都推吧个时间，一定要去，我带他到你们的店里。如果我有德国朋友，我要去告诉他们说，来试一下哈嘎给德国猪脚，就会按永宇宙，我觉得很赞。不过豆芽片其实，乡亲朋友去看到其实记得有铁豆给吹做的烧鸡。不过豆芽我要考试，因为他们2个这个主厨的经历特丰富我说我要考试，看几个底下不低。可是你们，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来，请问一下，煎牛排像是大家在家里都会做的，因为感觉上也是一种很闲情逸致的一种行为哈。请问一下，煎牛排怎么煎？它需要休息，要黑马个意思？其实煎牛排它一般大家比较不知道怎么样让牛排煎得好吃，就是要让它休息。哦，你是说摆在外面吹风吗？不是，是睡觉，是在外面睡觉。
在别的地方睡觉。哪里？对，那就交给我那个在烤箱里面睡觉。因为像我们牛排啊，我们很关键的一点是锅子一定要热。OK， 温度至少可能要到200-300度的高温。哦，就是牛排怎么煎才好吃？葱毛，让它表面瞬间收缩，然后让它把肉汁锁在里面，但是不能煎太久。我们把表面都已经用高温把它去封锁住以后，最后让它去做一个休息的动作，让表面的温度稍微让它慢慢的花一点时间让它去渗透到它的中心，让它的中心的内部里面的肉就不会太柴，然后保持它的软嫩的口感。真的，大家有听见吗？我爱吃豆煎牛排，除了你的肉本身买的好之外，其实那个锅的青葱也有，就是那个锅要很烫，那种厚厚的那种铸铁，然后烧得热热的，然后把那个牛排放进去，而且最重要要先退冰，葱毛，对吧？对，然后这些事情煎牛排一定要完全退冰。OK， 哎呀，这个事情都做得够好，完全完成之后，再让他去睡一下觉，睡5到10分钟，哎，我跟牛排就最好吃，对不对？啊，好好哎，我觉得下次不可以阿 Q 妹自己去你们那里填掉，我觉得我要跟他一起去填掉才可以，因为吃真的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不过其实不管用哎哈，我觉得好开心跟2位这个帅哥主厨聊天。我觉得今天来拿到你的料还有你的 menu 对不对？你的 menu 好可爱哦，对，就是一个小房子的感觉，然后里面呢感觉上有满满的诚意跟满满的菜。不过呢，这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刚刚叠共勾的时间，偷偷的翻了一下你的 menu， 你们真的是很过分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有很多菜都宽某呢，宽米生，真的是，你们不可以好好写吗？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吗？就想说先让人家先看一下，先留下一个疑问，然后让人家想要去，那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经由我们的介绍，才能了解到。你们就是喜欢小心机呀，才有机会跟你互动。这真的很特别耶，客家黑金蒜。客家黑金蒜牛腩汤，你们都很熟悉，让你想想。客家黑金为什么我今天有被考试的这种感觉？对，客家黑金蒜香牛腩汤，这是什么东西？它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像我们店里面很多菜都融入了客家风味，这就是其中一道。客家黑金呢，就是以客家人我们家里面很常见的炊布，比较传统这样，是吗？它是老菜豆。颁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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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我可以去你们店里受训1个月。我觉得真的其实阿 Q 们有跟我讲是菜肉炊布，不过我不记得。我刚才在想说那是什么东西。一般来说泰嘎就会煮给同，可是你们是特别煮牛腩汤。这真的是创意。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村长 Ren， 因为你刚才自己讲德国猪脚搭配跟笋春，你不介意吃啊？这一道菜你喜欢吗？你身为村长，你说句话。一定喜欢啊！这也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让外地的客人来到苗栗。外地的客人来到苗栗，大家最想要吃就是一定要吃客家菜。可是为什么大家永远只知道那2道菜？我知道，他嘎炒牛，另外一个蛀虫炒蛹席，对吗？对吗？对，所以我们想要让大家可以吃到一些更在地的传统的一个口味的，或是传统的小吃，但结合创意在里面，比如炊布肉炊布煮的就会牛腩汤，对，而且你们听说还有客家极酱炸透抽，他家嘅吉种泡嘅透抽黑冇？完全极酱啊，像极酱就是完全大家对于极酱的认识，就是沾鸡肉而已。对，然后像可能朋友们啊，或者是大家吃极酱，其实接受度蛮2极的，要么很喜欢，要么很不喜欢。真的，同台港不一样，南埔跟哈港语他们没有在吃吉酱，他们觉得很奇怪。朋友还会可能说，为什么极酱一定要沾土鸡肉？它可以沾像什么酱油啊、辣椒这些，为什么一定要沾鸡肉？然后我们就想说，因为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把极酱这个主体客家的元素，
加上我们的意式的手法，把它呈现不同的风味，所以它的味道呢，完全跟大家接触到极酱完全不一样，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好，有点像类似像恋爱的感觉吧。志良，你真的很会，所有嘅乡亲朋友，先聊下你马茶，等下陣仲呢講埋嘅係戀愛嘅感覺。东方喜咧，大家都想嘅類似苗栗嘅串湯苗栗村，而且記得嘅菜會有戀愛的感覺哦，戀愛嘅感覺，極醬酥炸透抽。不過根本呢，還有青島嘅菜同大家嘅燒雞，就是我覺得他們真的很過分，因為我一翻開來啊，我一看下菜單嘅時間，我就看到一隻菜，看到鋪路酥炸貓梨耳，鋪路酥炸貓梨耳，這是什麼菜？就是我们会取这个名字，也是希望可以跟客人有更多互动，让你做询问，我们才有办法好好跟你了解这道菜是怎么制作的。像我们的布鲁酥炸猫梨耳啊，它就是我们用17种的意式香料下去卤制的猪耳朵，对，就是然后我们再拿去炸过。当然比较不容易的一道，它是一道不容易的一个手工菜，就我们要把猪耳朵卤到非常的软烂，但是骨肉又不分离。所以真的是一道功夫菜。对，不然去卤不够的话，那个软骨的部分，它去炸的时候会变很硬，你会咬不动。OK， 对，了解。要很小心的保护这道菜。我觉得这样就会很赏你发挥的创意哈，因为有一本这么漂亮的 menu， 可是不是只有外观啊，底度给菜色起来啊，清厚色、清有 taste， 而且还有一些这样子的小游戏，连菜的创意名字都有，而且这个真的好好笑。阿达玛控蛤蜊丝瓜天使面，这太过分了吧？阿达玛控蛤蜊丝瓜天使面，里面是9层塔的塔，然后有蛤蜊，对，我们是真的是用控蛤蜊，不是在骂人，对，大家不要，真的没有在骂人，绝对没有，我们是没有，我们这么有良心，对。不过我真的充满爱的地方，真的很棒。不过其实泰卡会知道过，你看，我们烧鸡记录菜就会有异国风情的菜，可是你们也有很传统的菜，特别我们要讲出来就是你们称为肉板。不过因为我是中浪人，我们用回流用你讲夯天板。对，你们有肉板这道菜，怎么可能？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会没有？就是一定要，就是从小吃到大，不管是过年过节，一定会吃的肉板。对，然后它也比较可能像外地客人，不要说外地，可能新竹啊，或是台东、台北的，他就会说肉板是什么？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它是我们苗栗客家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米食料理。对，然后大家都在可能新竹啊、台北的客人，他们都不知道，或者是朋友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很好吃。他们吃过都觉得爱上了，他觉得这什么东西，他们在别的地方比较没有吃过。对，所以来到苗栗猫梨村，我们为什么会放在菜单里面？就是希望让大家来到苗栗这个地方，然后我会跟他介绍来苗栗必吃的东西，肉板。客家的米食料理是一定要来尝的，没有吃过肉板，不要说来苗栗，好不好？志良，我发现你真的很会耶，难怪你们那个猫梨棒的伴手礼，你们可以行销的很好。因为公司才发哈，泰嘎汤都我们是叫鹹甜板，为什么？因为一设计落係鹹嘅，唔過佢嘅 Q 度跟它跟的口感，係用甜拌的米去做的。请问2位大厨，我有講做對冇？有合格吧？可以。有可以，所以而且煎到2邊，用擦焦焦的，用就會吃到清香清好食。我同大家講哦，真嘅唔係大家都啲肉板到鹹甜板，我細細個時間有食，我爸都大家做嘅食，我爸都就是每一戶人就是好像吃飯一樣，可是沒有。新竹嘅客家人啊，也係講南部嘅客家人，佢都真嘅唔點嘛嘅鹹甜板，所以我覺得你們有這道菜，我覺得。我要給5顆星，5顆星，真的也是我自己北漂了11、12年，在新竹、台北啊，我只要每年过年过节，我一定會帶牛板
回去跟同事分享。可是全部人都说超好吃，但是从来没有人吃过。真嘅，因為大家都伫落批版嘛，我才想做這件事。大家都伫落批版啊、烏嘅版，唔過大家真嘅啲肉版。我覺得喺講一下看天師有沒有呢個相機，大家會對肉版有冇唔低？我們真的是當然都會是肉版啊。唔過真嘅肉版其實真的很有特色。唔過講到呀哈，我覺得你哋其實湯你哋安永福用大家就低，你們好像還是會去跟，因為你剛剛說到 menu 的時候會跟客人互動，所以你都會到現場跟客人互動，了解客人設計來嘅滿意度，對不對？聽說你們會這麼用心。我們是每天只要我們出完餐有空，我們一定會出來跟在場的現場的客人做互動。一方面我們會跟大家推銷介紹一下我們的貓禮棒，我們想要傳達的理念，我們創業的理念跟我們產品的特色，我們想要跟每天來到貓里村的客人做一個分享，然後我們都會順便再跟客人詢問一下今日用餐的一個口味上的狀況，是否符合你們今日的需求，口味上的需求等等。那我要問一下，來問一下，喺講你哋安用同迎客安用互通嘅時節，喺講迎客真勁有講出來說，我覺得這個太怎麼樣，比如貼行嘛，要講唔拉好，你們會怎麼辦？你們真的可以虛心接受吼？一定虛心接受，我們都會非常誠懇的跟他們說，感謝他的反饋。那我們都會去做小討論，跟收集大家的資訊啊。如果真的是我們口味上的一些需要做調整的地方，我們都一直在繼續的精進跟做調整。因為說真的，因為每個客人的需求不相同嘛，哈，而且你看安永就會法式料理，通常你要去吃那個清高級呀米其林等級那種的料理，主廚才會從餐廳出來，不但同你說菜，而且會了解一下迎客的滿意度，對不對？然後再給他們做回饋。可是說，可是你們在美有利安永跟美有里村，你們也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很令人覺得用心的一個回饋跟一個行為跟動作，也是因為我們其實很希望說大家來到貓里村用餐，其實對我們來講，回到苗栗創業，那不管是貓里棒還是可能餐廳的部分，希望讓他感受到的是不一樣的感覺，不一樣的氛圍。對，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說？是其實像我們大家都有用餐的去外面用餐的習慣，可能大家去用餐的時候，可能普遍就是可能像餐廳上完餐就結束了，就沒了。就感覺就只是很自私化的幫你上完餐，就沒有其他可能後續的大家可以閒聊，沒錯，或者詢問餐點口味上。對，你們給了一個很棒的溫度。有時候去傳堂吃飯就會還有我們跟主廚有一些互動，你跟那個餐廳的關係跟連接，剛夠被某共用。請問一下，如果要搜尋你們的餐廳，我們有什麼關鍵字還是什麼？對不對？其實最難的就是好多人想要找我們的餐廳，或是覺得我們的產品或是餐點口味很棒，想要打卡，可是他們找不到。對啊，因為我們的主要是我們的字，我們的貓里的貓不是，我們的貓里都不是用貓咪的貓，我們是犬字旁的貓。對，有機會的話，可以希望跟大家更讓大家清楚一點知道。對，因為我們很想要知道大家對我們的評價是有什麼小建議。對，所以我們的關鍵字才看得到。那關鍵字是？關鍵字就是我們的貓里的貓一定要打對。所以是要上中文課意思，國文課要開始上起來。OK， 可是我覺得節目的最後時間，各位請講哦，你們是不是最後有入選風箏節的伴手禮啊？對不對？對。哦。這也是公所市長他們也是蠻幫忙的啊，就是給予年輕人的一個肯定啊，跟鼓勵，跟行動上的支持。是。所以他去年度的風箏節，就是整個風箏節的記者會啊，所有的長官來賓記者就是發送我們的貓里棒的禮盒，然後就有搭配一些我們在地青年新創的一些咖啡店店家的耳掛包，做個結合。對對對，太棒了。其實不會只有我們可能年輕人回來創業，其實在苗栗，其實我們也遇到很多跟我們年紀相仿的，跟我們一樣都在創業的年輕人。
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一块呢，其实都有在互相帮忙，了解、互相交流，对，因为各有所长。像我们可能是餐饮，我懂。像别的年轻人，他们专业性质不一样，可能像咖啡，对，然后像文创类，其实大家就是为了苗栗，都是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苗栗好，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今日其实。对，所以老师会甲乡亲朋友讲，大家其实豆豆记起类似苗栗创业嘅青年哦，像苗栗村，记得有豆豆，冇可能伊上富咧退休，所以大家好好记起啲咧。记得还有豆豆嘅故事吼，冇听错对咧，就好像记得下日是个过来，不过聊下咧，聊动感谢记得，我们先谢谢他们，感谢谢谢。好，所以甲乡亲朋友听听下落去，做嘛家己咧做认同了。中戏福喜乐呢嘅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嘅面書傾站，還有體驗啲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呢個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